近年咧，地產就成為咗負擔啦。香港中旅10月12號咧都披露剝離旅遊地產嘅計劃喎。呢個動作唔係簡單嘅資產調整啊，而係佢盈利模式嘅根本性轉變喎。由過去用文旅嚟引流，靠地產變現嘅依附模式咧，就轉向文旅業態直接創造收益嘅自主路徑啦。我哋先嚟睇佢舊有模式嘅困境下。之前喺香港中旅嘅文旅項目咧，本質就係地產銷售嘅配套引流工具，用溫泉景區啊、主題樂園嚟吸引客流。核心嘅盈利咧就依賴周邊住宅去開發銷售啦。例如珠海嘅海泉灣啦，雖然憑借溫泉嘅業態可以實現90%嘅暑期入住率，但係咧營收嘅重心仍然喺海景房嘅銷售上面喎。但係25年嘅上半年，文旅引流嘅收益咧就已經難以覆蓋地產業務嘅周期性風險啦。呢種文旅為地產托底嘅模式咧就好難再行落去啦。嗱，剝離地產之後咧，香港中旅嘅戰略重心就完全轉向文旅自主變現啦。核心邏輯咧就係短週期快回流高轉化。嗱，用旗下嘅寧夏沙坡頭景區為例啦。而家咧就停止別墅開發，將原有嘅酒店咧就改造為沙漠星星酒店，開發景觀沿河啦、沙漠衝浪呢啲深度嘅體驗項目。而數據顯示，改造週期咧淨係需要3個月，你連國慶單季創收就已經去到2000萬啦。嗱，另外一個典型案例咧就係佢收購嘅萬科松花湖滑雪場啦。嗱，香港中旅接手之後咧，即刻就暫停3個在建嘅地產項目喎，將原來嘅售樓處咧就改為冰雪主題博物館，引入冬奧教練隊去開發進階嘅滑雪培訓課程，咧就再推出呢個夜滑燈光秀呢啲特色產品喎。咁25年嘅雪季咧，預計呢個滑雪場門票收入咧可以同比翻文創產品銷售額會達到1200萬，實現滑雪業態本身盈利。嗱，投資回報週期就會由地產時代嘅8年咧縮短到2年以內喎。再嚟呢個輕資產運營嘅安吉 Club Med Joyview，更加係進一步強化咗快變現嘅優勢啊！嗱，中旅淨係輸出呢個品牌同運營管理，業主改造現有嘅酒店咧作為親子度假村。單季管理費收入達到1200萬啦。咁由財報數據咧，其實可以見到港中旅嘅轉型成效㗎。剝離地產之後咧，香港中旅文旅業務嘅利潤率就由18%升到45%喎。咁二次消費同運營管理收入咧佔比係超過70%㗎。呢種轉變嘅核心咧，就係將文旅由地產嘅附屬配套升級為自主造血嘅核心引擎啊！唔再依賴長週期高風險嘅地產銷售，而係通過體驗項目啦、運營服務去實現短期變現。呢啲既係對文旅市場復甦紅利嘅精準把握，亦都為行業轉型提供咗可借鑑嘅範本啦。